大约又到了这个中秋节的烘肉季，有不少爱食海产的民众，拢会烘这个扇肉。今年受到气候暖化影响，这个扇肉的量真少，只有去年同期的20%，所以这个价格嘛对咧中悬。最近一礼拜交易平均的价格1公斤是52.3块，比去年贵1倍，起差不多有22块这尔多哦。另外嘛是真侪乡亲爱烘的蚵仔。伫嘉义东石港的产地，因为最近的需求量较大，每公斤来到70块左右，嘛起大约5块到10块。烘肉时有真侪人爱烘蚵仔，就是介意这个滋味。互人看到强要流嘴烂，中秋烘肉季过来啊！嘉义县东石产地今年产量袂歹。平均一个到中秋嘛是无够卖，价小有较起。一般在于70块左右啊，但是像我们这个有挑选过比较大颗的，介到90块之间啦，涨个5至10块。除了烘蚵仔，也有滋味。无真侪人爱烘扇肉，是讲今年扇肉渔获量甲往年比较起来减真济。气候变迁，今年那个秋刀鱼的到目前的捕获量是差不多是7000吨，那去年同期的话大概有34000吨，所以目前今年的产量约等于去年同期的大概超过只有20%左右。量少，需求量大，扇肉价小嘛对得起。最近一礼拜全台湾交易价小，每公斤差不多是52.3块，甲2019年同期22块比较起来，起将近1.4倍。所以讲今年中秋若要烘扇肉，钱爱加开句啊。是讲渔业署嘛讲，即马要伫掠渔获量甲价小拢会变动。